2D 平面，即係一張紙上面生活嘅螞蟻，佢嘅世界得長度同闊度，冇高度呢個概念。而家我哋喺張紙上面畫一個完全密封嘅正方形保險箱，入邊放一粒糖。對於 2D 嘅螞蟻嚟講，呢個保險箱係冇死角嘅，冇門冇窗，粒糖永遠都攞唔到。但係對於身處 3D 空間立體世界嘅我哋嚟講，要攞走粒糖有幾難？我哋只需要由上邊即係 Z 軸高度伸手落去，輕輕就可以將粒糖拎起。對嗰隻 2D 螞蟻嚟講，發生咗咩事呢？佢會見到粒糖喺一個絕對密封嘅空間入邊，突然之間憑空消失咗。以佢嘅維度，佢永遠無法理解呢件事，佢只會覺得呢個係神蹟或者魔法。因為低維度嘅生物係永遠無法理解高維度嘅視覺同運作法則㗎。好，而家呢，將呢個概念呢套用落我哋人類身上，我哋係 3D 嘅生物，我哋可以隨意喺長、闊、高入邊移動。但對於時間呢個第4維度，我哋就等於嗰隻 2D 螞蟻，我哋被困喺時間入邊，只能夠由過去走到而家，再走向未來，永遠冇得退後。但如果由一個更高維度，例如4維或者5維空間嘅視覺望落嚟，我哋嘅人生，我哋嘅時間又會係一個咩畫面呢？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後，物理學界衍生咗一個極度震撼嘅宇宙觀，叫做塊狀宇宙 （Block Universe）， 又或者叫做永恆論 （Eternalism）。咩叫塊狀宇宙呢？喺呢個理論入邊，時間唔係一條流動嘅河，而係一個巨大嘅一早已經存在嘅冰塊，又或者好似一條長長嘅方包咁。宇宙由大爆炸誕生嗰一刻，直到宇宙毀滅嘅終結，你由出世喊嘅第一聲，到你離開呢個世界嗰一秒，由過去到未來嘅所有事件，其實喺呢個4維時空嘅積木入邊係同時存在嘅，就好似一套拍好咗嘅電影菲林咁。套戲嘅開頭、高潮、結局一早已經印晒喺餅帶上面，但係因為我哋係3維生物，我哋就好似部放映機咁，只能夠逐格咁去播放同體驗呢套戲。我哋感覺到